同你哋講啊，近期喺韓國係有一個款式嘅包包係俾搶到亂啦，就係呢一款啦，小香包。當你係攤出去係一定會俾人哋問到好煩噶，個個都會問你喺邊度買嘅。解釋啦。作為喺2026年嘅最夯嘅款式嘅包包啊，因為佢係呢款，永遠都唔過時啊！而且啊，好多牌子係都係要做到咁樣嘅 design 啊，價錢係可以達到咗去數位噶。但係呢一個咧唔需要，只需要3個數位你就可以擁有佢啦。我俾你哋睇下佢入邊吓，其實佢容量好大，而且吓佢睇落嚟係非常之有質感而高貴啊！人人都可以招架佢啊！